当来看国内，伫咧嘉义有4位越南籍的高级学生烧酒去钓鱼啊，其中有一个呢，像是要去捡浮动，无细里跋落去溪里渡水，风救起来送病院，有关是不幸死亡。消防人员就提醒大家讲，这北江溪就算是淡水期，有的所在可能也是有2公尺深，真危险。规条溪是完全禁止去耍水或者是钓鱼啊。 搜救人员早装备来溪边找落落水的学生，嘉义某一个高级4个读高1越南籍学生，找到下晡到北江溪美德映月桥附近钓鱼，其中一个县长学生囡仔耍意外落落水，消防局部赶紧出动救援。有联络到，好，他等下来了之后，帮我问他有没有急救。其他的同学电话边着急等待，消防表示，北江溪虽然冬天水量较少，特别是查沙坝看起来真平，不过当年冲蚀最深有2米，暗中危机，全流血禁止耍水，钓鱼会让人可坑离开。他们先前在垂钓啊，因为浮具的那个浮钩啊脱落啊，另外有溺水者就下水将。 准备捞起浮具，落来学生囡仔防救起来已经无开心跳，搜救人员赶紧实施 CPR， 随送医急救。根据了解，县长学生囡仔是因为新南向政策，去年8月来台湾读册，学校机构赶紧先通知伊赶快伫台湾读册的兄弟。 放假，他们自己从宿舍出游的，那这个我们也不好掌握。他的哥哥跟姐姐目前是在台湾的，然后我们当然已经有联络他们，他们应该正在赶过来当中。县长学生囡仔送医抢救了后，下晡也是宣告救无转来。本来一定要伫台湾读7年册，性命煞伫拜六佚佗的时阵结束。学校嘛赶紧联络县长的学生囡仔伫越南的家属，会协助因处理后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